作者千禧董事長。所謂夢幻島0.11版是一個測試數據版，你們必須用自己條神數編寫在夢幻島0.1版，偷人神數者會自動爆機及永久封號。你們還需要向本公司購買數碼係數伺服器，再加入神龍珠先設計的實體遊戲，有自己條神數，欠缺數碼係數伺服器和沒有神龍珠是啟動不到的，所有需向本公司查詢方可購買。關於設計夢幻島實體遊戲，需要考夢幻島設計師牌照先可以使用。如果你們有一部夢幻島機欠缺以上任何一種東西都啟動不動，你們還需要每月繳費使用者費用或空間費用。關於數碼係數伺服器是可以租用，龍珠一定要自己購買，不可以偷用的。將來神龍珠會有出產編碼和買家使用者資料，其他偷的不可能再使用，要本身使用者方可以使用。另外，本公司的實體遊戲 App 有很多夢幻島牌照設計師共同開發，你們不如下載我的遊戲直接玩樂體驗，因為要考一個夢幻島設計師牌照，遊戲是需要經過上帝族或其他考試先可以得到夢幻島設計師牌照。